有人甲赖和叫做台湾新文学之父，伊是台湾重要文学家。中华艺术团斗绕热走唱队2005年就捌用赖和的文学作品改编做音乐，即马19年过后，因搁要出第2张的专辑，希望大家会当来了解有温柔、有坚定的赖和精神。路途遥远，三个目标会到，无个飘浪，他很是一路跑，所爱的故乡，坚信你等我，脚步了来唱归家。斗绕热走唱队唱的这条台语歌《归家》，是对台湾文学作家赖和的作品改编来的。因伫2005年就捌甲赖和的文学改编做音乐出专辑，了后团员分别伫无共专业中拍拼，有的人出国进修。经过19年，总算搁甲斗阵，要搁出第2张赖和音乐专辑《自由花》。20当后，咱开始制作第2张专辑的时阵，咱就搁较读伊的物件，读较深嘞，发现着讲，伊其实伊的作品足丰富的，所以即马就是阮想要甲赖和即个形象变做，毋是一个单是一个高人尔，伊搁较是一个咱的朋友。负责起步的吴奕瑞表示，多数的团员因过拢捌参加过赖和文教基金会的活动，伫文书等方面拢受到真侪启发。但经过这侪年，过来读赖和的作品，因希望互大家看到更较亲近咱的赖和，有脆弱、有烦恼也有温柔的赖和。因的专辑名是安怎的何种自由花？甲团讲因毋望互大家了解，咱爱唱爱护一缕花共款性质，自由的简单才讲会条。而且自由这2字的意象甲意志嘛是。伫阮所有专辑内面，真符合专辑要讲的一种精神啊，我破坏这种自由思想、这种平等公义的思想的，咱就爱斗来扶持，莫让这堆花去风吹互倒，莫让这堆花去互日晒了互打去。为着要出新专辑，有的人对台南，有的人对恒春煞来到台北练团。团队表示，大家拢是为着心肝底的浪漫，得拼一块专辑。目前专辑已经伫咧网络播出，也打算伫6月发行实体专辑。另外，今年也是赖和文教基金会成立的30周年，因也希望透过这块专辑，让大家看到无共面向的赖和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